今日咧我就想講下咧，即係小政府同埋大政府其實都係好多年都係爭論㗎啦。咁咧以前咧就係傾向於大政府，但係而家咧越嚟越多國家，特別係北美啦、美國啦，即係佢想個政府運行得啊，即係快捷啊、靈巧咧，佢係要小政府㗎。咁即係話好多事情咧，其實政府啊係做唔嚟嘅，即係。雖然你反而係俾我咩都可以同你包晒，你反而俾啲市民感覺我自己唔使，我可以眯埋眼，你咩都幫我包晒。嗱，其實呢種係一種你反而係一種嘅錯覺嚟嘅。政府唔可以咩都包攬嘅。甚至乎而家美國你都知道川普佢係精減個政府，即係精減政府唔單止你係唔使交咁多稅嗰啲納稅人，仲係咧其實係有效好多嘅。因為政府唔係咩都管到啊，譬如其實我哋都知道嚇，你律師啊就唔係政府管，佢有律師公會，佢有 bar 你考到係嘛？你考到咁啊執業，咁你唔合格，佢個律師公會你唔過，佢要審批你個牌照嘅，咁你唔過你就自然係冇噶啦，係咪？啲全世界都唔係話即係個律師啊公會都唔係下下都係政府幫你係嘛？審核係乜嘢？咁你同樣你醫生都係嘅，政府點知你點樣醫啫嚇？你醫生係有嗰個行業㗎嘛？你個行業嗰個操守同埋係點樣每一個科你係點樣醫？佢哋本身醫生嚇你都係自己管自己嘅，咁政府點知點樣醫啫？政府只係即係有一啲即係法規上嘅嘢係幫你即係點講？你違法我咪幫你捉你咯，係嘛？但係你點樣醫學界嗰啲都有自己一個自己個規律啊，同埋個規範。咁你同樣你嗰個香港嗰個建築業啊，即係話嗰個收入啊，你同醫療啊係嘛，同法律啊，肯定唔會差過佢哋。因為香港嗰個建築業係嘛好大一個行業，即係基本三個支柱。咁你個行業冇行業個標準嘅咩？你嗰個即係你嗰個建材啊嗰啲標準啊，你嗰啲施工嗰啲標準啊嚇。你有噶嘛？你邊個公司唔合標準嘅話，你個行會唔會將佢 file 咗啫？即係取消佢資格嘅。即係我真係咁樣講啊！呢啲嘢好多唔係話政府可以即係應該做嘅，呢啲係行會應該做嘅係嘛？政府點知你咁多嘢咧？係咪？咁就仲有一樣嘢，咁你嗰個小區啊，譬如你航福苑個小區啊，你有管理處啊，管理係嘛幾千戶啊，你冇個管理公司，咁你白天有人巡㗎嘛係嘛？你又有嗰啲人吸煙啊，或者你發現真係有零星火聲，你立即要撲救啊，同埋點樣去疏散啲居